恭请前人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咱大家感谢你们好，前人好。好，谢谢，请坐下。感谢前人慈悲。我们敬爱的洪典文师大德还有你们各位敬爱的浅显同修大德。安尼对头还搁顶讲。敬爱咱帮点文师大德，甲咱敬爱各位同修前人大德，大家早安，大家好。前人早安。今仔日会使讲是天日共庆，大家借着这个8月16，来庆祝咱今仔日伫咱大家修办到过去的过程，点点滴滴，搁家找倒转来。那当然要甲讲起来，咱今日在座诸位，拢是人世间的活菩萨。咱讲安尼对无？因为只有活菩萨，才会当伫苦海中，伫世间上来度化众生。也若转去的菩萨，伊无形相，会当无形助人以外，伊袂当像咱来救度众生。所以因此，咱今日各位，咱来了解，咱今日会当呢踏入这个道场，会当大家来修学道，这是拢咱大家过去有真深的福缘，以及着咱的根基祖德，才会当互咱今日进入这个道门，大家来同修共办，甚至将来共成，咱大家拢爱共成，毋是送会成，送袂成。那假使讲我会成，咱拢袂成，安尼我无好。若咱大家拢成，我无成，安尼原来恁大家也无好。所以因此，拢爱大家共办共成。那当然，若要甲讲起来，讲咱道场一前年前辈，会使讲介济啦可能啦长福学来即个南部才咧讲那即摆毋知是帮进灵先生求得较早，还是即个帮丁木先生求得较早？帮进灵先生求得较早啦因为因拢共姓帮的，拢是咱帮丁的属因的宗族较早拢住做伙而且呢，会使讲咱大家今日咱看到即个前辈者，安尼90多岁搁伫遮安尼甲咱大家坐做伙，咱大家非常的欢喜，咱应该大家拍鼓啊恭喜。因为若要前辈者将即个大道传承来，无咱即摆当然有当时早得道早修道，无得较讲伊着做真济。但是呢，有当时伫咱一寡这中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当有力当会当拍拼，所以道务不只是一款的传承，嘛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才会当来今仔日有咱现在这个道场，遮尔方便遮尔舒适。所以尤其呢，我伫遮看到咱头前几位的遮个坤道太太这讲起来，拢早期付出足济不过呢
要讲起来，要一个表达讲袂了啦吼。啊，不过这个杨太太，这个爱讲啊，杨太太，请咱爬起来，互大家看一下吼。啊，大家拍手啦啊！啊，林用啊，哦，这位杨太太哈，因为杨太太伫早期吼，介注意，也为着要大人，拢共斗补偿。斗花切啊，斗烤草，哦，烤草咱听无？啊，迄若即摆少年人，你讲烤草，伊讲唔知影，什么叫做烤草？要无边仔即个你甲问看，烤草什么？唔知啦吼。因为烤草毋是咱卡边草啊来烤的呢，迄是伫水潭内底烤草啊呢。哦，你说你知？再做压力针，对无？啊，你若是讲为着要渡人呢，啊去共斗烤草啊呢？呀，即摆去斗烤草啊，共烤烤了，佫无钱的呢吼。呀，人就想讲，哟，啊你若要，你嘛咧骗我去求到讲10块银吼，啊你甲我斗做钱，即个感嘛较济10块银啊，啊你这无骗我呀？哦，所以多解释啦。所以因此呢，哦，咱当然啦吼，头前遮拢差不多啦哈，拢差不多安尼做过啦吼。啊，当然啊，像咱当时帮点老师因爸爸，为着要度咱设立迄个杨良泉先生，因为杨良泉是咱中营庆福中的主任委员，嘛是一个社会人士啦吼。啊，拄做时做兼隔壁无偌远，啊，即个12月天是寒甲人讲讲狗仔袂出门，听无？讲狗仔袂出门啦，迄狗仔伫内底烧烧，你甲讲解出去引出去啦，出去都寒咧吼，讲狗仔袂出门。但是呢，暗时去甲即个杨良泉先生斗抽水。斗抽水啊，抽含2零水，含是啊1零1零，啊，爱做爱动爱炸。哦，这个杨良泉先生讲，哈，要水咧啦，要招我去求道，若要骗我的钱吼，哪有可能啦？啊，这道真正有人袂歹啦，无来甲我斗抽水，我要请人来甲我斗抽，人就唔咧，佫伊无条件要来甲我斗抽水，啊，倒会来求道。哦，安尼咧吼，所以过去咱的娘介济前辈前贤，吼，像咱这位头拄仔咧讲这位房振宁先生啦吼，啊，伊过去嘛是小商，安尼一路来，啊，为着道务，安尼推动打拼，但是呢，咱各位爱知影，知因报本，知因报本啦吼。今仔日若要前辈者的付出努力，就无今日咱大家成就，所以唔通袂记日以前，所以互我讲一个笑话话啦吼。啊，有一日两个翁仔某啊吼，较早是咧拍铁啊，拍菜刀、拍茶刀、拍鸡啊、拍猪头，安尼啦吼。啊，因为迄日拄因囝要娶某啦，讲起来讲要娶新妇啊啦，遐两个翁仔某啊吼，倒在门床就安尼回啦吼，讲若无以前的欺负勤空巧，就无今仔日唔下停通巧，安尼啦吼，安尼大家听有无？听无啦吼。讲若无以前两个翁仔某啊，安尼欺负看风伊啊吼，啊看风伊的欺负吼，欺负勤空调，因翁掠大腿，因某掠小腿，安尼讲来，鸡啊铁啊就锵锵锵。若无欺负勤空调，无今仔日会当请即个囝食，所以就唔下停通巧，唔下听无？唔通分鼓吹啦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吼，世间
若无过去的努力，无今仔日的成就。当然，今仔日咱大家会当有这个遮好的道场，有遮好的道人得人修，这拢爱感恩上天老母降道之因，也嘛爱感恩咱老祖师、咱师尊师母领受这个天命来普度三者，人贵先济度，嘛爱感受着咱好老前人、咱的单先人以及过去的前辈者，大家共同的努力，当然嘛足济点传师拢安尼精进努力过去，所以咱今日各位才会当呢有遮尔好的这个时阵来享受呢若要讲起来，当时早期得到足困难，因为安怎困难，大家经济歹，我无做工无人食，我无来做事无人食，所以迄个时阵要得到个真正足济的障碍尤其伫咱下营嘛介绍咱下营的同修前年会当咱共同安尼伫遮来努力当然，若要甲讲起来，过去咱的时阵呢，强领人因兄弟这个强木莲先生甲强文德兄弟，大家伫咱下营的努力当然下营、中营拢有啦大家拢努力有着，所以今仔日呢，咱大家会当共同伫这个时阵来共学同修，互较头拄我讲的。当然，今仔日无少年的啦若假使讲有少年的，咱应该着爱鼓励这少年人，爱真正回顾过去前辈者的付出努力迄个时阵，大家经济无好，为着要支持这个经济，为着大家要去渡人救人，大家无谓的付出。所以若无因以前的努力打拼，所以无咱即摆现在。所以希望咱大家今日在座各位，咱毋通袂记起咱的缘是安怎来，所以爱知因报本虽然人拢会老，拢会转去，一代新人换旧人像咧接力像较早咱迄个做好老先人接落来就咱单先人，单先人先倒转去啦，接落来就互学，后边互学要接落啥，即马也毋知。比如我还袂选一个好的，我还袂选好势当然嘛拢会转去啦我家己嘛会转去，对无迄个永久伫的啦所以呢，也希望咱大家今日修学到这个时阵，几十年啦，爱真正肯定咱家己修到底咱得到啥无？得到是什么？得到啦，得到咱这个修道快乐的心。咱大家得到修道了即马有快乐无？有爱有快乐的心啦。若得到修道无快乐的心安尼无才咧修啦所以爱有这个快乐的心，快乐的心对对来，就是咱爱修到爱修到真正会自在，会自在，咱会快乐所以自在就快乐要自在就安无看无碍，毋通去自在，要到有看有碍，无自在呢，无自在袂快乐呢，无自在袂快乐，目头拢干面悠悠的安尼就无快乐的所以咱今日大家修学道，其实讲起来，伫道场，咱今日讲啦一阮老菩萨嘛，毋是讲捌解这册，读解这册，捌解这字啦
唔比像即摆少年来讲，拢什么博士啦、硕士啦、学士啦吼，咱拢唔捌字较济啦吼。所以若讲唔捌字的，就所以我头拄仔讲国语，你就听有啊咧吼。可见咱大家拢全唔捌字，我嘛唔捌字啦吼。但是吼，伫咱的道场有三尊就互咱效法。第三尊，场迄尊二六分，咱来效法二六分，是物？笑口常开，笑口相开，多大玲珑，多大玲珑啊！多大玲珑毋是只有大啊！迄个表示讲，咱的心量、度量爱有够宽，毋通够计较、够比较。够评分，安尼吼，咱受到快乐哦。所以因此呢，咱有咱老祖师伫互咱看。所以较早老祖师拢讲一句啦吼，有人骂老绝，老绝自说好；有人咧骂我，我讲好，迄个感觉骂话吼，假使讲骂声啦吼，骂声。骂声啦，骂我啦，比话啦，我毋是讲伊骂啦吼，伊骂我啦吼，骂我啦，讲好，伊敢讲骂话啊吼，对无？所以有人骂老绝自说好啦吼，有人打老绝，有人拍我，我袂拍着我，我先把我倒啦吼。安尼拍袂着嘛吼，对无？有人嘛拍老绝，老绝自睡倒吼。有人呢，迄个喙烂配伫咱的头壳顶，老绝吼，讲互伊家己打，我嘛无去甲亲，所以我免快乐，伊嘛免烦恼啦吼。所以咱要学老祖师啦大道玲珑，修学道，咱今日大家真侪为老菩萨，咱真正爱学哦。佛法甲咱讲的，咱真正爱学哦学老菩萨，学啥老祖师？什么时阵？好话歹话听落拢会快乐也毋人甲咱学了是欢喜甲吼，无买啦吼，有买就跳开顶环，遐咧说的吼。若咧骂人好，你实在有够可恶，我也无做毋对，你著爱骂我，到要安怎样？这毋是咧修道下。所以不管是人讹了人，也人诽谤人，人骂人，人讲好话讲歹话，遐个拢是人讲话怎啊？过耳仔的风啦，过耳仔的风听无？尤其吼。咱这老菩萨，你咱要注意即摆咱拢交少年人看做伙吼，要少年人讲话，你若要甲听落吼，有当时你会气到不当甲扯断呢吼。所以你著爱怎？这听你出去啊，对无？安尼吼，咱才真正会快乐呢所以即摆佛法官在练好话来嘛是真听你出。歹话来嘛是正面听你出来，安尼我来快乐咧吼。所以希望咱大家修得快乐啦吼。爱过来学啥？爱学观世音菩萨大悲心无量啦。伊的大悲，就是看到众生的艰苦，就像我的艰苦。所以因此菩萨就是伫这个苦海中。要救度众生，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我头拄仔讲的吼，咱大家得到了后，今仔日行道几十年来，咱大家互学写几字啊？这个老大菩萨啦
老啊吼，啊毋过挂的对，吼，咱若无挂的，迄个等于菩萨安尼吼，所以咱老挂菩萨，因为什么老挂菩萨快乐？咱会度人，佫会感化人，所以像咱这老菩萨，无论查甫老菩萨，无讲无天道分道行，所以咱这老菩萨出去。干那安尼坐遐点安尼就去感动人咧，所以恁着爱看重家己看重家己。所以咱大悲无量，大悲无量。所以当着人爱去继续度人，像以前我头拄咧学乐讲咱杨太太头条这，咱今日在座这拢是啦甲咱。帮先生，因遮各位这大家拢是，都爱去继续度人，毋通讲我老了，我无通度人。所以真我嘛是继续咧度人咧无学员继续咧度人。我若当着人，我着讲道理好听，我着度伊爱求道，安尼所以因此，咱这是我咱的老挂菩萨。安尼就对啦今日是算的差不多咱问咱房店的师啦讲咱即摆今仔日遮有几个啦？讲100啦100讲70岁以上才有资格的遮济啦互咱来算的像这90外岁，平均80岁就好啦平均80岁。像我即摆80岁咧安尼啦，平均80，100会几千岁啊？8000岁咧，够好个咧，8000岁咧后日看当办一个10000岁咧啦，看有人佫会当安尼卖啦10000岁，10000岁倒人讲较歹呢，佫20个就有法哩安尼所以其实讲起来。咱今日的这个庆祝非常有意义，也毋是干那欢喜尔，就是大家爱去加强努力，也嘛将咱这个新团、这个团队的精神，搁再传落去。为什么帮点文书会咧办这个活？就是要互咱互咱将过去老菩萨。伫修班行的当中，因的行过的路，互咱大家看。拄有放纪录片有人生的过程就是安尼嘛。迄阵咱咧放我嘛少年的即摆愈老啊，阵放经了嘛足少年的咧所以迄个时阵，咱的迄个纪录片你较看。我即摆咧老遮济原来就是啥？岁月不饶人，岁月不饶人。每个人都会老，我拢无爱老。我较早做囡仔，我拢过年拢无爱食营养汤阮老母问讲，你今日毋食营养汤？我讲我无爱过年，过年就爱加一岁，对无？但是呢。我无食营养汤有过年，有嘛对无？所以其实讲起来，人生伫这个世间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就是咱今日大家会当来得到，安尼咱人生无白来世间。咱今日大家有修道、有办道，安尼咱今仔日人生伫修办道的这条路，咱无白过。咱无白过，无空安尼白了。像即摆伫遮咧坐对我看迄个姜太太安尼啦人生咱修办都无白过真正咧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有即个遮好的因缘，好好珍惜希望呢，咱今仔日当时要度外口的人，无好度。咱即摆就来度咱内底的人度咱内底的人台湾讲度咱内底的人有2种人
一种咱家己的人，咱家己的人心，咱都有清气无？吼，都有清气无？咱家己的心有勾心斗角无？有这歹念头，有这歹心无？这就是咱导咱家己。啊，上面就是咱导咱家己子孙。所以佛学即摆见着咱当时老大人，我咧问讲恁的子孙有咧修无？像昨我去南埔开坛，吼，即个较早叫我啦吼，嘛算当时啦，会记无健身是怎来？无健身，今日无来，是安怎？伊个体力啊，好安尼哦，较早吼，迄阵佛学，那像17岁，放正治18岁，也即个无健身18岁，伊叫我一日上课，吼，健身啊，恁弟弟嘛吼，哥哥啦吼。迄阵啊，阮三个伫中营，伫学礼节，咧学学讲，互送呢，互即个做李炳先生，李炳咱捌啦吼，李炳先生讲阮三个做太祖爷，囡仔就对啦吼，囡仔太祖爷，三太子搞那个三太子吼，也但是吼，我著昨昏当咧讲互即个放正治先生因后生注意来听啦，哦，我讲吼，较早咱中营下营的道，伫遮发展，就对南埔来，南埔就是放正在先生，就是咱放正定先生的兄哥啦。头拄仔爬开互你看迄啦，因兄哥吼，所以对遐开始会健身，有咱健身大家遮的，吼，也毋过吼，我讲修学道拢考验啦，所以吼，我甲算咧，放正在先生，我甲伊昨迄个就了去啦吼，放正治先生因囝有去啦。我讲如意啦，恁老爸互你这个名足有意义呢？伊讲是安怎？我讲恁家族，这个道对恁家族，恁阿公遮来甲即摆吼，你若继续来，你拄好哪？你拄好拢总所有的服务拢总归你一个，毋通叫你自己，对无吼？所以吼，我会甲讲咧个宝，伊甲头拢打袂牢啊，对毋对？所以修道学道，真正要讲始终如一。咱大家，少年的年轻人，爱效法咱这老菩萨的无人讲死顶啊袂着，毋知你到底会真正修到结束的呢？你尽管足清心哦。也后即个修道的，所以像我咧讲，我家就有讲，当像恁阿公，都是对恁遐来的。较早阮大兄吼，阮弟弟遐讲啦，无哦，好安尼哦，较早吼，阮大兄求道，转来要到阮规内面啊吼，阮老爸啊夹分担夹签单要讲，安怎？迄个时阵，咱古早讲做哪？有礼啊会吼。我今日会交即个咱北来啦，金信啊吼，因阮表的呢吼，阮伊遮亲有原因的呢，较早阮兄哥掠着吼，互警察遐就是变的，安尼啦吼，走去米田遐，到尾含阮阿爸嘛去米田遐，含真在哥啊，含这个阮叫这个嘛去米田遐，
哦，对无吼？啊，所以今仔日吼，我足感恩啊，对啦，是毋是啦？哎，都叫我阿舅啦，哦，阮姑表啦，阮老母啊的姑表啦，吼，其实讲起来，这个姻缘啦，哦，啊，所以吼，咱今大家爱知影，咱天道普传，有当时啊呢，本质都是先受考，所以迄阵啊，就安尼考甲。阮老爸也推咧讲阮大兄，讲你老汤啊吼，甲我讲15岁以我都不相信，15岁以内，对哦，啊，阮老爸讲伊唔相信啦，啊，老汤啊啥你敢知？阮吴姐老爸啦，啊，这讲师，这上尾啊，讲师的，啊，对无？安尼啊，讲你老汤啊咧甲我讲。15岁我都无相信，啊，所以迄阵就惊住伊吼，尾一直到了后，才会知影倒遮好，到尾嘛是安尼。阮45年求道，47年阮第4兄搁结婚，47年第4兄搁结婚，迄阵就拢总办丧，迄阵请小50个，拢总办丧。你甲想，47年呢，你袂还有出世的呢？美国47年啊，哦，啊，所以吼，迄个时阵，阮规家庭都拢食素食，所以阮这内面32个人咧食饭一顿，32个咧食饭，我这个先生甲房屋先生，甲咱这老菩萨，全拢知影，哦，大家族哩吼，所以吼，到尾啊，阮老爸讲安怎呢？讲较早就有人时啊，迄阵啊吼，有诶囡仔若无了解啦吼，拢就讲囡仔食素食无营养啦吼。阮老爸看这媳妇咧煮菜吼，安尼就煮2款，总麻烦。阮老爸一句话，大家若到要食菜吼，拢总煮菜无好啊啦。规内面做大家拢变做食菜，含囡仔拢小食。无讲另外买鱼等下有囡仔食啦吼。其实像我迄阵16岁开始食菜啦吼，食到即摆啦吼。我感觉营养不良啊，袂啦吼。我即摆我嘛甲讲我袂营养不良咧吼。房间里嘛，像迄孙啊，迄孙啊吼。迄拢胎里素的呢，恁囝嘛拢胎里素的，伊敢会营养不良？袂嘛，所以即阵食素食真正是最好的时阵。所以咱今日大家修学道，应该爱大家好好鼓励咱的子孙。我即摆拄我讲遐济哦，写哩遐哩哦，要安怎鼓励咱的子孙啦？咱的子女啦会当入来，因为既然咱认定好，我问恁啦吼，得道好唔好？好。修道好唔好？好。修道好唔好？好。咱三好啊啦吼，后壁这个功德爱啥呢？恁爱把恁的子孙带，唔通咱到遮回去，咱若到遮回去安尼无采咱以前做，咱以前做，咱亲像讲。比如啦我即摆有足济财产你讲我即摆有10亿的财产，10亿有对无？有吼。我后壁无囝啦无孙啦我后日这10亿爱互啥？政府啊啦吼。若有囝有孙呢？有囝孙啊，对啊。所以咱今日爱知影，这个道一定要传承落咱的子孙。好嘛，对无？恁大家我讲好未？都好，好啊，心都好啊，心都好啊，好啊。安尼嘛好了，也好，你的子孙有甲鼓励啊，对无？好咧，好在子孙无鼓励啊，所以子孙爱鼓励，所以因此咱会知影，咱今日有当时咱来目睭啦因为咱人生来到世间，我时间过
好，谢谢。我想我时间到，他无写啦。所以咱大家爱知影，因为安怎讲，毋是我即世做，即世就随便就对啦。所以有当时咱会讲